这边之前是属于人工湿地的部分，那人工湿地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它的运用价值，跟我们社区的连结运用价值几乎是零互动，步道也好，或是休闲也好，哈，它没有符合比较我们社区的需求，那所以变成说一下雨就会积水，那附近的居民就没有办法来这边使用。那经过跟市政府还有一些地方议员的争取，希望说能够另外再把这一块那么大的一个3.5公顷左右的湿地，可不可以再利用啊？然后让我们的地方可以有更好的活动空间。所以后来公务局他有来找我们里长，就是有规划一些设计蓝图，然后让我们做参考。包括这个招牌的设计，湾里招牌的设计，它有选颜色，那我们也是选这样子比较，可以有活泼的颜色来代表。所以这个公园的启用会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些居民更多的使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很期待。那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启用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它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地方想要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这个湾里休闲公园的开幕。那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人工湿地了。那在10几年以前大概就慢慢失去了人工湿地的功能，之后反而就变成一个环境的一个脏乱点，蚊虫滋生。那对于居民或是一般附近的民众，坦白讲，他们都会有一些想法，因此呢，我们就花费了大概3000多万，除了把这个湿地改善，成为一个湾里休闲公园。那这样经过这样华丽转身，不管在特色游具上，或者说在生活环境的优化上，把一个环境脏乱点变成一个环境的亮点。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加强努力。基本上在南区，我们已经好几个大型的休闲公园，譬如健康休闲公园，譬如这个港滨历史公园，譬如黄金海岸的这个公园，公65、公66，还有竹溪这边。事实上，我们在环境的优化上费了相当多的这个心力，但是也无非是希望提供给民众一个好的环境。那另外，在南区过去常常发生的淹水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让民众路要平，不要淹水，那生活有公园，这样子的部分一步一步的努力，让优化市民朋友们的生活环境。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7月27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安南区一名39岁吴姓男子，5月时因为胸胸心脏病入院治疗，到养护中心又原是昏迷，造成厝内经济甲囝儿的教育拢成问题。对此，议长郭信良代表议会前往慰问，协助申请急难救助，希望帮助因渡过难关。安南区台里长表示，细厝伫里内5岁男子5月初胸心脏病压起来，经过急救，目前也昏迷在养护中心。留下厝内母囝甲老母经济限力困境，所以代替因向社会伸出援手。那个病院全部都是由伊的太太在照顾，2个孙仔是由伊的吴春杰妈妈在照顾这2个囡仔，一个是4月半。一个是到2月半尔，所以妈妈嘛无方便来照顾这2个囡仔，所以希望爱心社会人士会当来甲斗相共，来渡过这个难关。这嘛是里长一再要求，咱这爱心人士会当来甲这个口啊，来甲渡过难关。议长郭信良第一时间听到该家庭的困境，伫议员李宗成等人陪同，特别前来关心并致敬慰问金。会中除了结合社会局既然纾困等救助，嘛每下爱心会等资源，希望互因渡过难关。
我们台南市议会就会尽其所能站在第一线，那也希望结合台南市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资源，来将这个爱心传播下去，让这个社会呢处处有温暖，会将这个家庭的困境呢，随着时间社会的挽助呢，可以能够暂时度过这个难关。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社会上有此类似的案件的话，大家能够共同来做这件爱心的行动。我们有跟家属提到，就是可以申请特性生活补助以及弱势儿少生活补助，这个是比较属于短中长期的协助。那比较长期的部分就是这个吴先生他目前有身障的极重度身份了哈。那所以我们也有跟家属提到，可以申请低收或中低收来进行所谓的身障托育养护，可以长期性的针对于机构的安置费用来做一些减免，然后减轻安家的一些经济状况的压力。8月就是父亲节，厝内经济枝条犹原昏迷，使人心酸。面对这款威胁生命的突发性急心症，嘛再次提醒乡亲，心血管疾病拢是慢慢累积，一定要注意身体保养。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已经退休18档的国小老师，在假期期间登记对学生性骚扰，有10几名已经成年的被害人出面指控。虽然该已经过20档的追诉期间，人本基金会也是呼吁被害人会当勇敢出来，让这名老师接受司法审判。人本基金会表示，这位老师在台南曾经服务过2间国小，在退休后经营补习班。经过学校同伴调查，确认有性侵以及性骚扰行为，而且至少有10多人受害。所以，这次在台南市会举行记者会，呼吁更多受害人站出来，让这位老师接受司法惩罚。有类似经验的，现在已经长成大人的的那些受害小朋友，就是可以引起社会大众对性平或性侵在校园这一块的重视。都透过今天的记者会，那让更多的这个受害的朋友能够站出来只有这不是你的错，邀请大家站出来因为呢这个部分公部门国家的责任也应该要共同去承担那当然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也肯定教育局也很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普查措施，那我们也很顺利的找到10多位的受害人那但是我们来检视教育体制的话，我们希望把整个漏洞补起来包括这个每位老师建立专业界限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包括也应该加强学生的身体自主权概念跟求助的管道，建立吹哨者保护机制等等专案已经完成调查确认，并通报该名老师为全国不适龄教育人员，终身未当够担任教职。该案在今年3月24也已经移送检调单位侦办。相关的受害者部分调查完毕之后都成立，那成立之后我们就已经把它登载在全国的不适任的人员的系统上，所以他终身不可以再当老师，也教育人员都不能做。那也把这个案子全案送到我们的司法机关去。虽然现在出面指控的人受害时间长远，已经超过追诉时效，这互人本基金会主张对着儿童性侵害追诉期，应该自成年以后开始计算，也希望学校莫阁发生这种代志，呼吁社会大众爱多加关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安平国际同济会捐赠20万购买品德教材，予4间国小，希望予学生自细汉地当培养品德教育，同时给学生提供永续推动。自细汉就要开始注重品德教育。台南安平国际同济会捐赠20万经费，采购品德教材予4间国小，教材以趣味的艋舺呈现。内容来自经典的中华文化地主规，透过现代生活故事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另外，还有英文版本，让学生伫咧看的时阵会当提升语文能力。那维持好的行为，必须从品德教育着手。
要做好品德教育，要从小开始。所以呢，很谢谢国际同济会他们所捐赠的教材，还有捐书的经费，都能够投注在儿童还有学生的品德教育上，让他们能够从小做起，从根扎起，从品德教育做好。品德的教育对于小孩子相当的重要，从小让小孩子这个道德的观念灌输在小小的心灵之上，我想这个对于小朋友都是正能量、正面的教育。今年我们有4所学校跟我们一起配合，那在悠游自在跟弟子规、小乾坤这个部分，我们推广得非常非常的成功。我们看到孩子的改变，我们看到孩子在品德方面，还有师长，甚至他的家长这么的肯定我们。今天我非常的高兴。为了提升教育品质，安平国际同济会嘛甲学校合作成立教师社群，透过老师互相交流讨论，将品德教育融入学校日常生活当中，让品德教育永续推动。学校在推动方面呢，首先是1年级用教师共社群的方式去发展，大家一起备课。那学校其他方面的融入呢，是融入到学校的整体活动计划中，像晨光共学时间，以及学校的闽南语朗读比赛，学校例行性的活动融入，像5月份的母亲节，以及其他的竞赛方面都有融入。现场透过教材展示，了解囡仔学习成果，嘛期待老师甲学生会当善用教材，让品德教育落实伫日常生活当中，打造更优质的校园。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迎接中秋，民众加减拢会食月饼应景，不过市面上的月饼口味拢差不多，所以大同中央酒店今年特别研发出有玫瑰、荔枝、蔓越莓麻糍等新口味，甚至连豆腐乳嘛摕来做内餡，口感究竟如何？透过报道做伙了解。大同中央酒店今年的月饼口味真特别，先莫甲人去讲是啥物口味，互伊家己试看卖。然后好像有点酸酸，那是什么口味啊？就是有别于一般就是甜嘛，要不然就是咸这样子。有别以往，毋是甜就是咸，即届月饼佫加了一点仔酸酸的口感，到底是啥物？换另外一位先生试看卖。哦，对，是那个味道，豆腐乳的味道，咸咸的味道。你会觉得这样豆腐乳跟月饼搭在一起，会不会觉得很怪不搭？还好还蛮调和的。对啦，就是咱食糜上爱配的豆乳啦。饭店运用卡数甲创意，大胆将豆乳融入去月饼内啊，制作出豆腐乳、红梨麦煎过的月饼，口味确实袂歹食。其他还有经典不败款金沙酥、莲蓉蛋黄，以及健康养生的黑蒜芝麻流沙、黑糖姜丝地瓜栗子、玫瑰荔枝蔓越莓麻糍等口味。和里面特别的设计是保有传统，有些枣泥蛋黄。那还有那个莲蓉蛋黄跟枣泥核桃这个保有传统。那去年反应相当不错的，像用在地的食材，用凤梨凤梨跟无花果所做出来，受到好评。还有包括我们去年用彰化的黑蒜跟芝麻做出来，也受到好评。那今年我们特别在创造新的那个品牌，那就是也是利用在地的食材去做，一个是用玫瑰玫瑰荔枝。还有麻糍做出来的，比较属于大众化，年轻人都可以接受。另外还有用在地的黑糖，台糖的黑糖跟地瓜所做成的。另外有一款蛮特殊的，就是用这个豆腐乳，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豆腐乳当用豆腐乳去把它搅成泥状的时候，马上去做月饼。月饼其实它的口味有点带咸，还有带点甜度。大同中央酒店2022的中秋礼盒啊！内容包含传统经典、健康养生以及创意搭配等8款的月饼，希望一个礼盒就会当满足各个世代口味需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后疫情的社会，台南社区大厦大港分校持续推动大庙行学，培育在地公民艺术家。
目前分校一下10个班级有超过100位素人联合要开办台江公民美展，要用艺术来创作台江，丰富家己的人生。台江文化中心已经无像传统文化中心的展演，而是注重学习的日程。其中，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的延续大庙形学，持续伫遮开办粉彩、书法、陶艺等10个在地艺术课程，除了让老中青三代拢会当来学，接触体验台江的水，甚至是一阿公阿嬷愿望的日程。年少的时候就有这个梦想，说要把那个陶艺把它做好，一直没有机会跟时间。哎呀，现在就是刚好有这个社大在台江这里，那我们家离这里很近啊，想说，过来体验一下这样子。哎呀，觉得收获，对啊，当然是蛮丰硕的啦。那我们也是圆梦啦，年轻时候没有办法学画画嘛，那时候没办法学画画，来就刚好这有开课，也遇到好老师，所以我们就给他画了。我那个执行长说画个台江。我们就这个应该不错，很生活化。我觉得画画就是要生活化，就带进来了。这班学员除了创作嘛，家己动手来布置展览，要伫迎接见证200档台江文化中心满3周年即刻，替家己留下深刻回忆。其中多个老师嘛相当的感动，学员已经将家己生活土地用于创作当中。你会发现。他们的主题会比较多的鱼啦，跟台江的意象有关系的，像金鱼呀，或者是台江的意象啊，等等等这些作品慢慢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是鼓励个人性，所以他的个人的思维会传达出来。透过创作学习来培育公民艺术家，用水的力量来发挥社会影响力，一直是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努力目标。透过台江公民美展，已经跨出重要一步。大明哥就是要来培养着公民艺术家的理想。我望咱大家，不管你是老中青，还是讲少年辈，拢可以，你会当来大庙学习。学你喜意的，阮嘛有音乐春庙乐团喜意的这个美术，这个艺术，然后你以地方的地景，地方台江的生活地景，生活你所看到。目睭咱就踢开，要去买菜也好，要去读册也好，要去佚佗也好，你所看到咱故乡的这个环境，咱这个山海军绿岛，咱的庄头的庙的这个地景的特色，大家来学习，大家来创作，来为故乡、为生活、为未来来创作，来展现着公民艺术家用艺术来欢迎咱，带动繁荣我们在地文化。该展览嘛鼓励市民8月底进前做回来台江文化中心欣赏，甚至有兴趣投入课程，像这群素人同款，用艺术来丰富家己的生活。台江美食转幸福。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一名20岁女大学生今年初因为突然间发生无助症加学习的障碍，并且出现骹手会喘、吞咽困难，后来经过奇美医学中心的诊断，确定是真罕见的威尔斯氏症。该个案经过药物加饮食的控制，已经渐渐得到改善。奇美医学中心为肠肝胆科的医师杨俊奇表示。威尔森氏症是一种铜离子代谢异常的遗传性疾病，盛行率大约1/3。在台湾估计大约有400名得到这种罕见的疾病，因为这种病一开始并不容易被诊断，铜离子无法度代谢，容易积在体内，造成肝脏、脑部等器官的伤害。威尔森氏症是一个铜代谢异常的疾病，那因为它会把体内过度的铜离子会堆积在脑部跟肝脏的地方，所以大概有一半的病人会以肝脏异常、肝炎的状况来表现。那另外有一半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症状，像是这个动作失常、记忆力不全，他们甚至连走路或者是吞咽都会出现困难。那有一部分的病人，大概30%左右的病人会出现一些精神科的症状，像是忧郁症或是人格变化的情形，那都是他比较常见
见的一些表现。因为这个是一个基因遗传的疾病，所以他一辈子都需要服用铜螯合的药物，那来减少体内过度堆积的铜。那另外也要去遵守一些低铜的饮食。那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包括说一些内脏类或者是一些这个海鲜、贝类这些东西，都含有蛮丰富的铜。那甜食的话，像是巧克力、可可、咖喱粉这样的调味粉里面也有很多铜的成分在，所以它都需要遵守一些低铜的饮食来减少铜的摄取，然后才能让症状慢慢的缓解下来。医师表示，良早确定威尔森氏症，就应该及时接受药物的治疗，阻止疾病持续来恶化。不过，在药物的治疗上，必须要重新吃药啊，才能持续将铜对体内排出。不过，因为铜组合药物的使用较少，有一寡病院无一定的准备，因此奇美医学中心科学团队设立遗传的咨询中心，提供罕见疾病咨询加照护服务，希望会用提供罕见疾病患者甲家属充分的咨询加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素食店愈来愈竞争，最近伫高雄开了一间素食餐饮店，所卖商品不只有汉堡，也有韩国甲台湾味的餐点，要用台湾的口味来增加竞争力。讲到素食店，大家联想到的不外乎就是汉堡、炸鸡与薯条。今天这一家刚成立不久的餐饮店，提供了传统美式素食以外的餐点，让喜爱尝鲜的顾客有更不一样的选择。那个辣味的那个卡拉鸡腿堡，因为它的鸡腿堡很大，而且肉很大又脆，然后而且每次吃下去第一口都感觉飘逸如仙、津津有味的，所以感觉很好吃，所以每次都叫妈妈来带我们这边吃。我们店里的特色啊，是最主要就是首创在美式啊、台式面线羹跟韩式炸鸡的部分。下去3种不同的元素做结合，让每一个进来的顾客都可以在餐点上的选择多样化，能一次满足到位。我是刚好经过，然后第一次来这边用餐，然后用完餐，我觉得他们餐点是不错，因为都是现用的，包括我们吃的那个炸鸡部分，一咬下去就会烟冒出来，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在外面是看不到的。这道美式巨无霸汉堡，除了分量巨大，一次还能吃得到海陆等口味的食材。汉堡的部分，我很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无敌海陆堡，它里面有满满的元素，就是有虾排、花枝跟鸡排，所以我们的无敌海陆堡啊，它整体搭配起来，搭配一些蔬菜水果，让我们整体吃来有一种更大的饱足感。在视觉上也是一种蛮享受的。这道韩式炸鸡可是忠于韩国原味，喜爱韩式炸鸡的欧巴跟欧尼绝对不要错过哦！一定要吃韩式炸鸡，所有的食材第一道就是要新鲜嘛，搭配外在的韩国进口的炸粉跟拌酱下去做结合，让整体整个韩式炸鸡可以是外酥内嫩。在素食店吃到面线羹，相信只有南部人才知道的口味。店家也在自己的面线羹上做了一些变化，来满足消费者。台式的部分，我们结合古早味的面线羹，包括里面还有加入一个元素，就是溏心蛋。溏心蛋也是每天早上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去做腌制。台美韩3种经典美食大集合，除了可以吃得到经典，更能大大满足你的食欲。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